如说我们这种就一直有提到他的名字。然后呢，伊迪奥雷百也会开始宣布，这个最佳方言男歌手金曲奖的名单。其实我刚刚讲吼，当几位吼，已经是非常厉害。有些你要想讲吼，你看我们男歌手、女歌手这么多能够入围真的很不简单。就参像讲，你好好的写功啊，还是说在比赛的时候，你能够入围一个佳作，我觉得那都已经是表示你有付出精髓心嘿。要来介绍的几位这个除了开演唱会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收的歌呢，这个唱的歌片大家好，拢真正最好唱的。听说我们的董事长非常非常喜欢他，而且他今天有非常棒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长官。好，那么我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洪立友。谢谢西梅姐，谢谢。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再来，好几句话给天气配合我，谢谢。在我等我的苦，看袂到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落落，已经把阮散落，只阵风，只是我的心交袂叫，心拢会袂着，不知有偌多苦楚。阮选着的路，一定坚持到心，一定会是看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，有人出世就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也失败慢慢向前行，阮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。尴尬上，
真的在这边，我第一句话要先感谢我们国泰文教基金会咱第一代张董事长亲推兄，感谢你，互你有这个机会，这场敢若演唱会感觉，有迄个感觉，敢若咧听演唱会感觉，家己凭良心拍一下谱。刚刚呢，这样一路要过来，今天这个演唱会的这个会场之前呢，我觉得我心目中刚好浮现了“国泰”这2个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前一阵子啊，台湾啊欠水，马上就下雨，就来很多的水。哦，那当艺人最怕的就是台风，因为什么？台风要来，有一挂活动可能也生变。今年真的落实国泰这2个字，为什么？风台来拄着台湾拢挖出去无，拢走去别位，天公伯啊，好咱的就是井水啦吼，所以真正叫做今年真正是国泰民安啦，风调雨顺啊，天公伯来拍2口。然后今天呢，大家呢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之后呢，安居乐业，食衣住行。会啊，才有更加讲理哦，娱乐，所以大家有一个好的天气，安定的生活，才有迄个心情听歌、甲唱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抛开我们所有的一些烦恼，一寡小事拢甲放下，好好来听歌哦。那么今仔日你马上我看见过安排这首歌叫做。那才拄好，拄则讲要感谢天公伯啊，天公伯即摆讲，拄则感谢我尔，即摆搁要问我，就安尼啦。我问天，敢会当莫欠钱好无？莫欠钱嘛，对无？有诶真正就要欠钱，有诶还搁咧拍拼。我问天，敢会当趁大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那今天呢，就用这一首歌曲，第一段我好唱。第2段换，甲我问天换恁唱，因为天公伯也讲，逐摆拢听往你唱，对不对？我甲保庇家己做期嘛，入围金曲奖，无对无？无换别人嘛吼，甲这个福报分享互大家。所以第2段我问天换恁唱，好无？你若唱了比台顶即只搁较大声吼，我就行落去，好无？好，咱来试看，好，来，我问天听到各位，谢谢。摇出来了，哇，还有招式。真生气，我也真生气。
希望哪会无尽爱要相信奇迹，我来答应。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。世界地方啊，何以有你的消息？我的感情予你，放到死死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副总，谢谢副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的梦，人讲是咱的位，不管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早年。来，再次，来，1、2、3。我们听，我们听，咱袂当卖风景。你们太棒了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你们。我听，咱袂当卖送你，想要当我的你，我最赞。我的梦，人都是咱的我面对现实，梦中最赞你。王力友，我爱你。预备起。王力友，我爱你。真的太感动了！现场将近上万人，结果只有他一小撮说我爱我。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好不好？王力友怎样？我爱你。所以台湾人就是好参详。小三仔一个规划你看嘛，你看这个人小贪心啊！我跟一个人听呢。来，什么？我这一个人我爱你个查甫的呢。真心美，我爱你。我头头在听利友的第一首歌《感情》我觉得我听得我很感动哈，因为一路行来吼，讲利友不是一般吼，讲唱真多歌，说讲真顺遂，一出歌吼就真红。没有，伊嘛是撑了很多年的时间，然后呢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的唱片公司，好不容易遇到一首好的歌，所以今天才能够有这样这么棒的一个地位。而且你看，这样你啊，侪人介意你，那是一种福报的。今仔日，就侪人拢介意国泰这2个字啊，理由是讲咱国泰吼，咱所有的文教基金会，所有国泰的这些关系企业吼，你能福气大家吼。加呢吼，社会人群吼爱屋及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个报告吼，这个促劳工人，所以讲吼，麻烦一下，你主持会到。但是伊主持较贵，我400块伊可能爱600。袂啊啦，这吼有法度特贵麦克风唱歌嘛是王力友上届介意的一个代志。想袂到今仔日有这个福报，听特过这个麦克风，有张董事长遮尔好的时代，事业经营甲遮好，基金会办甲遮成功，有法度安尼吼，每一年拢办这个歌唱的这个晚会，互一寡爱唱歌爱听歌咱遮好朋友吼，会当安尼享受人生，难得难得不是糊涂而已，难得亲近享受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第2次哈，对，第2次在这个舞台上，对不对？上一次好像是大概3、4年前了哦。好像是唱一唱，
就好像得金曲奖还是什么，就去领奖这件事嘛，对不对？听说要得奖之前呢，爱来再请，好像老天爷就说一定要先来这边绕一绕，对不对？好。绕一绕哦，你看一唱同位啦，他其实大概6点吧，他就已经在那边等了。对啊。一个是第一要来长这个 cookie， 第一做书引进，这是真的。我觉得人会成功，绝对没有第二个条件，就是一定要认真努力。因为每次来这边表演，我都很感恩，有几个歌手可以在这个大楼的我们总部的这个广场，然后唱着歌的时候，旁边都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建筑，尤其啊象征那个人生的这个高峰了，101，哦，哎呀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爬上心目中的101，对不对哦？100分的咧，就好诶，佮加1分，这就是弯弯，已经无得讲，1公啊就对啊，吼，所以吼，哎，真正，你已经100分啊，你也给那个1分，就是大家要加持给你。还有下个礼拜6金曲奖，让他得奖好不好？而且呢，有你们今天的这个掌声哦，跟这个感觉，比着就较好，比着就较好。啊，最主要今仔日吼，这个活动，我爱讲像新梅节，这杯吼有这个度量，伫台顶看到时势的成长，甲娱乐甲肯定，这是咱台湾尤其台语乐坛真难得的一个美德甲传统，我们是再次给新梅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这两天不是，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哦，因为我感觉尤其是台语歌唱哦，为什么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要办台语的金曲演唱会？台语是代表咱台湾的文化。对。第二，我感觉唱台语歌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拢真精彩、真丰富。第三，成功这条路无好行。所以我觉得丽友真的是我看过这么多的歌手哈，他不是讲吼我红起来我再来努力拍拼，不是，一出来唱歌一个就很努力、很拍拼的一个少年啊，一直到说他有这个机会出头，一个他努力，一个他愿意想要这一直要钻出去，所以我感觉一种心哦，才是真正。我大概也当学习的，也是像我们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一样，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要好收尾人来参与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心是最重要的。很棒，再次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这个下礼拜你是要加油了，邵大伦。我跟你讲哈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台上刚好一个姓曾新美嘛，一个姓翁哦。这个被带给大家，还有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，叫做什么？金翁。真旺，你看，要献给你们的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但真的，我打算你年纪比我较小呢，你老婆可能会爱上你哦。因为金翁就好诶，那个姐夫在台下。不要跟讲姐夫习惯了。不过我感觉吼，你有真正足够讲话，迄真正吼，你看伊一个唱哦，才差不多加100外个人啦，才差不多加100外个。头拄我一起来，顺差不多2个尔啦。慢慢拉加，蔡秋凤的顺差不多199个。过来2、3年啊，100几个啦。安尼今仔日吼，人讲人这就是福气，就旺啦吼，人气旺。那这样子，我想。丽友今天就用歌声来感谢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什么歌？雅琪林星啊，我袂记，我以前都袂记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雅琪林星。谢谢。
还可以吧，好不好听？想要再听吗？想。刚刚都是翁立友这几年的台语歌作品。接下来呢要跟各位好好的介绍这首歌曲，是今年今年2013年翁立友最新的台语歌曲上新的台语歌。之前嘛是这个民视8点档。风水世家的这个主题歌歌名叫做《弯腰路》。谢谢。爱如你如何，一句话，一
还是这是去年年底？今年的作品，嘿，今年发行的一个棒球饼，棒球饼的专辑，他特地呢签了我们的这个张董事长的名字哈，要致赠给我们的这个张董事长，我们是不是要麻烦这个部分呢？因为呢，一个企业要经营了那么久，那么多年，就是要坚持2个字。那走了那么长的一段路之后呢，说实在话，也会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瓶颈，但是都要好，棒球饼的地方，好来给张董事长啊，谢谢，啊一张。另外一张是要给我们的那个董副总经理，谢谢董经理，谢谢，我们要不要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是不是？那细修瓜啦，吼，这演唱会吼的规格，吼，这首歌不太高。努力，你们要自己把握。为了要落实张董事长看你要听秀大家这个精神，翁立友今天呢，就是说什么豁出去了对吧？翁立友今天就是棒球员啊！但是你敢袂爱困？爱我无？真正我讲真的，你真正就到伊，明明迄开始的，袂乱，我袂乱哟。为什么袂乱？你知无？心花开对不对？欢喜对不对？若安尼我讲，你继续演，你继续唱。对，我们有能够感受到你们今天很轻松，安尼啦，感情爱甲保护亲。我想讲真正无讨好诶，我跟老师常雄杰，老师有一首歌叫做《古情咪咪》。哇！那我们唱一首老歌好不好？古情咪咪好不好？古情咪咪好像是第一次主将咪咪。OK，所以等下吼，那翁立友咧唱《古情咪咪》的时阵，大家到顶来好不好？然后这首歌大家一定要唱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一段用钢琴衬，我们走气质路线，就是只有钢琴可以陪伴你，安尼就有意境诶。你看即摆今仔日这个场所安尼吼，你看嘛，这电话拢人点变的无，这电视拢爱伊开啦，这气氛这真正感谢。加出兵隔壁电话赞助，这点歌看就是也好，就来唱这首《古情》。掌声欢迎！喂，那个一空老师可以给我点理论好不好？更有分，更有气氛。岁出就要把风记，古情咪咪，你可是也是，明在你心，有我最深，因我对你钟情。
甘愿看也走，有情绵绵心愿对你情意厚，明知你是有情人，因何怎样怨恨？彼当情今仔日离过年还搁一段时间，无大家叫我阿叔，一人包一包我包衫。今仔日唱歌赌，这我很乐意。拄则听一首《旧情绵绵》，安尼会过个无？因为讲真诶吼，台语歌吼有法度今仔日真正会感谢所有这老前辈，较早哇唱这歌有够好听，所以《旧情绵绵》了后，搁有另外一首嘛足久诶。这个台语歌吼，叫做可怜啥物？哪厉害？哪厉害？哎呦，咱两个默契哦，真个哦，无讨好个哦，真个哦，阿要听无？一年一个几岁啊？可怜鸾飞再会吧，绝迹。我咧怀疑迄个老师应该。
也在这边呢，要祝福我们张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副总经理，是还有所有的好朋友，是都能够像今天这样子安尼过完过乐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心钱大。好，谢谢各位。那是不是要邀请咱的当属店，还有我们的副总经理上来跟你一起拍照？